咁今日呢一集係想分享一啲蛋白粉嘅食用方法同埋迷思嘅，因為我收到好多觀眾成日都會問我，想增肌減脂應該食邊一種補充品？咁通常咧，我第一個答案就係蛋白粉。點解咧？因為佢係一個研究上嚟講超有用，幾乎係最好用嘅一個 supplement 嚟嘅。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好多人都會對佢一個迷思嘅，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，會唔會食完傷腎啊？究竟一日應該食幾多啊？飲得太多會唔會對身體唔好啊？等等嘅。咁今日希望可以用唔同角度去分享俾你睇下，究竟乜嘢時候要食蛋白粉啦？要食幾多啦？咁然後有啲乜嘢係你以為蛋白粉會對你身體有害，但其實未必係。咁第一件事，乜嘢係蛋白粉先？因為咧，我知道好多觀眾咧，佢都會去諗，蛋白粉啊，咁咪即係一堆蛋白質啲化學嘢唔好咯。咁其實咧，蛋白粉嘅原料係好簡單，就係將啲牛奶提煉變成 whey protein 乳清嘅蛋白。咁其實你可以諗，我哋點樣去決定一日飲幾多蛋白粉咧？首先你要知道你一日要食幾多蛋白質先。你要諗一諗，你本身一日要食幾多 gram 嘅蛋白質？咁世衛可能會寫0.8以上，咁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我會覺得太少啦。即使係一個普通嘅健康人，我都會建議食1.2 gram 嘅。咁如果你話你有想增肌嘅目標，想減脂嘅目標，食多啲。如果你想增肌嘅，可能食1.6 gram 以上；想減脂嘅，我通常會建議食2 gram 左右嘅。點解我會建議增肌同減脂嘅時候食多啲蛋白質咧？首先我哋知道蛋白質對於我哋身體嚟講有啲乜嘢功用？佢係我哋身體一個建構肌肉嘅一個原材料。當我哋每一日有一啲身體嘅活動嘅時候，我哋身體咧就會有啲勞損嘅。咁其實除咗肌肉，我哋嘅骨骼肌，即係我哋依家個身體睇落去嘅肌肉啦，我哋嘅器官啊，我哋啲平滑肌，我哋嘅心臟啊，會有啲 cardiac muscle 都係肌肉嚟嘅。咁所以其實肌肉咧，佢不停去修補我哋身體嘅組織，而蛋白質入邊嘅氨基酸就係一個最細嘅分子。咁所以點解我哋每一日都要食多啲蛋白質去修補翻我哋受損嘅組織？咁所以點解蛋白質係屬於一個叫做 macronutrients， 係一個必定要食嘅一個營養素嚟嘅。咁所以當你去知道蛋白質嘅功用，你知道你每一日要食幾多 gram 蛋白質嘅時候，咁你就去諗啦。蛋白粉其實係一個工具，佢係幫助我哋去彌補翻我哋日常飲食食唔夠嘅蛋白質。假如我一日食160 gram 嘅，我一日食4餐，每一餐我淨係食到大概30 gram 嘅 protein， 咁4、3、12， 120 gram protein 啦。咁仲爭嗰40 gram， 你話我已經冇胃口食咯，我真係食唔落咯，咁點算啊？飲粉啦，粉大概一殼20零 gram， 你飲一殼半咧，咁就40 gram 啦。咁咪可以彌補翻你喺飲食入邊所缺少嘅蛋白質咯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嘅，咁所以你唔需要將蛋白粉當作係一個好神奇嘅 supplement， 佢好簡單，佢只係一堆蛋白質，咁所以個卡路里都係極低嘅，通常咧100幾卡路里一殼嘅啫，咁所以佢係對於你去彌補蛋白質係一個超好嘅工具嚟，咁所以又會延伸到一個問題，有啲人就會聽講過話，我哋一日每一餐大概最多吸收30至40 gram 蛋白質，係真定假咧？咁如果用吸收呢個字咧，係假嘅，我哋身體可以吸收晒全部蛋白質，但係唔係全部蛋白質攞嚟去做肌蛋白合成咧，就兩件事嚟嘅。咩意思咧？即係當我哋身體去食，假如食自助餐，食勁多嘅牛扒嘅，我食咗200 gram 嘅 protein， 我哋身體會吸收晒落肚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肌肉嘅肌蛋白合成，我哋想增肌嘅時候咧，係有個窗口嘅。咁我哋希望咧令到個窗口越長越好。咁個窗口通常幾時會打開咧？就係我哋做完運動嘅時候，做完阻力訓練嘅時候。當我哋做完阻力訓練嘅時候咧，我哋身體對於個蛋白質嘅需求咧係會大啲嘅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身體會有啲信號嘅，就係肌蛋白合成嘅信號。如果喺呢一個時候你俾蛋白質去身體咧，咁你好多蛋白質都會去咗做肌肉合成度，咁係最好嘅，因為我哋係想大隻啊嘛。所以最理想嘅做法就係你將一日嘅蛋白質平均分佈，可能你分佈做4餐5餐嘅，每3、4個鐘食一份蛋白質，呢個係最理想嘅增肌做法嚟。而呢個都正正係點解蛋白粉一個好用嘅原因。因為你諗下，如果你返工，你平時唔得閒，你話哇 Stephen 我點樣一日食5餐啊？我唔使做咩？我邊有機會去落去買個飯盒、買個雞胸食啊？咁喺呢個時候，其實你飲杯粉係快好多，你只需要沖，甚至乎依家有啲即食嘅選擇，即係去七仔買一個紙杯嘅飲品。因為我自己都係飲呢一款嘅，唔使沖添，一扭即刻飲，咁即刻補充蛋白質。咁而呢一個係對於增肌最理想嘅做法。咁所以如果你好忙，你冇時間去食多一餐嘅時候，蛋白粉係一個超級好嘅選擇嚟。咁但係咧，好多時候又會去到另一個極端喎，就係另一個迷思，就係覺得當我哋做完 gym 之後要即刻飲蛋白粉，如果唔係肌肉就會冇進步，
咁呢個咧都係錯嘅，因為咧我哋肌蛋白合成嘅窗口咧冇你想象中咁短，即係你做完運動之後，其實佢可以維持2-3個鐘嘅。咁所以你最好咧喺呢2個鐘入邊要補充蛋白質，同埋補充一啲碳水去增加肌肉合成。咁但係你唔需要話做完 gym 5分鐘、10分鐘一定要飲蛋白粉，唔需要嘅，你可以半個鐘內。咁樣你嘅壓力就會細啲啦，因為個窗口咧冇你想象中咁短嘅，而你可以透過呢一個延長窗口咧，去俾自己去選擇一個更加好嘅蛋白質。咁如果你話真係食唔到蛋白質嘅時候，咁咧就去飲蛋白粉啦。同埋唔需要因為今日唔記得帶蛋白粉而覺得焦慮，因為好多時候當我哋做 gym 嘅人咧唔記得帶 protein 咧，就會覺得死啦，冇 protein 粉會細隻咗啊！但係其實咧係唔會嘅，即係一餐半餐係唔大影響嘅。我哋最緊要係睇全日嘅氨基酸嘅分佈，即係蛋白質嘅分佈，而呢一個先係重中之重。咁講完個食用方法啦，咁去到選擇喎。咁蛋白粉咧有好多種嘅，通常咧喺市面上最常見有3種啦。一個就係普通嘅 whey protein，就係乳清蛋白，跟住有 hydrolyze 就係一個水解蛋白，同埋 isolate 分離蛋白。咁主要市面上係有呢3種嘅。咁通常我會將 isolate 同埋個 hydrolyze，即係個水解同埋分離蛋白擺同一類嘅，乳清蛋白係另一類嘅。首先我哋講乳清蛋白，佢入邊咧係有乳糖，咁所以佢個卡路里咧係會相對高少少。同埋有啲人咧對於飲牛奶會肚屙咧，當你去飲乳糖嘅時候，可能對於個腸胃係冇咁好嘅。同埋因為佢係入邊有乳糖同埋有些少嘅脂肪。咁所以對於一啲想極致控制卡路里嘅人嚟講咧，佢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。咁而水解同埋分離蛋白咧，佢就係中間多咗好多層工序，去真係純粹分離蛋白質出嚟。咁所以入面嘅乳糖同埋脂肪咧係會少好多嘅。咁如果你係話飲牛奶會肚屙嘅人咧，你可能可以揀 isolate 或者 hydrolyze，咁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。咁但係個缺點嘅就係比較貴啦。佢通常嘅價格係1.5倍至2倍左右嘅，咁所以我自己咧，因為我對於牛奶係唔會肚屙，同埋我對於卡路里嘅控制，我唔會斟酌到去10卡路里、20卡路里都好緊張嘅人，咁所以咧我自己係飲普通嘅乳清蛋白，因為平好多。所以對於增肌嚟講，佢哋係冇分別嘅，唯一分別就係睇你有冇肚屙，同埋你嘅荷包夠唔夠厚啦。仲有一款咧就係植物蛋白，不過植物蛋白咧通常嚟講咧，佢係一啲必須嘅氨基酸，例如 leucine， 對於增肌好緊要嘅氨基酸咧，佢係缺少嘅，或者係含量低啲嘅。咁所以通常植物嘅蛋白粉咧個量要食多啲嘅。假如我平時飲40 gram 喺一個乳清蛋白度，我可能要有50 gram 先至彌補到中間氨基酸嘅差距嘅。咁但係個少少差距，如果你係一個素食人士，我覺得係值得買嘅，即係你可以透過飲啲植物蛋白粉，可以彌補翻你日常飲食比較容易缺少嘅一個營養素。因為你食齋咧，通常比較難食到高蛋白嘅。咁除咗乳清蛋白同埋植物蛋白，有一個都算係流行嘅，就係骨膠原蛋白，即係 collagen。唔好買，冇用，完全冇用。對於增肌係完全冇幫助，係個質素係唔好嘅。如果你見到 collagen protein powder，即係總之係膠原蛋白粉咧，唔好買，完全唔需要買。咁幫完你揀啦，咁同你講下啲健康嘅風險啦。好多人都話食高蛋白會傷腎，嗱，呢個係一個邏輯謬誤嚟嘅。的確有腎病嘅人咧，佢哋係唔可以食高蛋白嘅飲食。咁但係唔等於健康嘅人係唔可以食高蛋白飲食。咩意思咧？即係如果我骨折嘅，我唔可以跑步，因為骨折啊嘛。咁但係我唔會話跑步會導致我骨折噶嘛，唔 make sense 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個腎本身有事嘅，你要限制蛋白質飲食。但係如果你個腎冇事嘅，通常你食到2.5 gram、3 gram 嚟講，你個腎功能都係正常嘅，係唔會有一個負面影響嘅。至於好多人會睇啲咩短影音啊，會寫話咩邊個大隻佬因為飲蛋白粉而傷腎，然後腎衰竭嘅死咗。呢啲真係唔好信，因為入邊佢有好多 factors 都冇講到，佢冇講到佢係咪一個本身腎病人士，佢冇講到佢屋企人本身有冇一個腎病嘅歷史，佢冇講到究竟係咪真係蛋白質導致呢件事，定係佢飲酒食煙，佢完全冇講到，佢淨係講一個原因出嚟去製造恐懼。咁所以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，除非你個年紀好大。除非你個腎本身已經有事，如果唔係咧，我會建議放心去食。不過咧，戴翻個頭盔先，最好問一問醫生或者問註冊營養師去攞一個個人嘅建議。咁至於邊一間蛋白粉最好咧，通常我會建議你去 iHerb 或者去睇通常邊一個牌子比較大，佢哋會相對安全啲。因為補充品呢個市場咧，如果買啲好細嘅牌子咧，好多時候都會有風險，因為補充品佢係一個食品，佢唔係藥品，咁所以佢中間所監管嘅力度係細好多嘅。咁所以通常我會建議揀你中意飲嘅口味，真係中意飲嘅，然後去試下啱唔啱你。啱嘅，基本上考慮價格、口味同埋品牌咧，我覺得攞個平衡咯。
咁我唔會特別叫你話一定要買邊一款嘅。咁雖然我有一個 promo code，即係如果大家用我嘅 link 咧，樓下有個 link 我會擺喺 description 度。咁係一個高 power 一個台灣嘅牌子啦，係會有一個折扣嚟嘅，咁95折啦。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你有其他牌子覺得都 OK，其實就分別唔大嘅。咁只係我覺得高 power 嘅味係對於我嚟講係幾好飲嘅。我中意飲個花生味啦，然後 yogurt 味啦，跟住海鹽焦糖都幾好飲嘅。咁大家想買咧，可以去 click 條 link，然後俾錢嘅時候個推薦代碼入 Steven 就 OK 啦。咁但係我唔會話呢個係最好，因為其實每一間都差唔多，只係我飲過，我覺得個口味啱我，而且價格都合理，咁所以我就會飲呢一款咯。最後仲有一個緊要嘅位就係唔好淨係依賴 protein 粉。因為蛋白粉咧，佢係一個加工後嘅食品，佢入邊嘅微量營養素，即係啲維他命啊、一啲礦物質，其實係缺少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普遍都會建議你飲蛋白粉最多佔你嘅日常飲食1/4嘅蛋白質，最多。假如你食160 gram protein 嘅，最多40 gram。你食200 gram protein 嘅，最多50 gram，盡量係揀一啲食物入邊嘅蛋白質，係會對於你身體嘅腸道、對於你身體嘅免疫系統、對於你身體嘅發炎指數係會有個更加好嘅幫助嘅。而且高蛋白飲食咧係有好多好多好處，所以大家唔需要驚蛋白質，唔需要驚飲 protein 粉。而且尤其是喺減脂嘅時候，當你減脂嘅時候，蛋白質係更加緊要嘅，尤其是係減內臟脂肪喎，因為內臟脂肪高嘅人咧，佢好中意食零食。咁如果喺呢個時候你補充翻啲蛋白質咧，咁會令到你減內臟脂肪更加順利嘅。咁我曾經出過條片去講點樣減內臟脂肪嘅。咁如果你有興趣，可以 click 呢條片。咁我哋會喺嗰度再見啦，拜拜。